但是对7月1号一透早收到第一批莫德纳疫苗以后，马上直送到各医疗院所，提供7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有心的妇女等符合资格对象来做。其中每天特别来到基美病院关心，了解相关的规划，包括等待、评估、注射以及休困等区域。嘛，请符合资格民众赶紧来，尽早提升大家注疫苗的比率加保护力。早上7点多、7点50左右收到疫苗，直接马上就直送到各医院以及这个施打点。今天来到奇美医院，看到事实上秩序都非常好，而且医院的规划非常完善所以不仅是施打的地方，还有评估的地方，还有休息的地方，还有在等候施打的地方，这每个都是井然有序的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是一个开始，我们希望说。这个200个施打，下午就有200个施打的名额，其中有30多位是孕妇，所以我相信，如果市民朋友们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施打符合资格的我们就赶快尽速施打，然后这个施打的列车会一步一步往下开，那错过了就可能再回来排队会比较慢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市民朋友轮到你来的时候赶快来打，那希望说大家的一切顺利。根据卫生局指出，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，单次这波总共分配到74200剂莫德纳疫苗，将分2梯次配送。注射地点除了原本37间卫生所、192间医疗院所，嘛因为人数愈来愈多，所以社区也开新的据点，总共超过242处，来方便民众就近注射。市府表示，民众若有任何问题，会当卡防疫专线0628801800来询问。台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